正高雄市有民众伫2021年底骑奥多摆伫大路的时，因为路保平，全跋跋到一摔甲脑震荡、骨折个挫伤，家属是起家去告政府要求国赔，反映伫去年底嘛判高雄市府爱赔5万元。路虽然平坦坦，毋过有土条顶坡的新热。高雄高铁路这段路伫2021年底，因为路碰起来无平，致使骑机车的李小姐累残，车歹人脑震荡，倒平面骨、正平下颌骨锯去，还有几大挫伤。他会觉得说我们是在骗人啊！我说我一个女儿摔成这样，不是要你赔多少钱，就是你可以真的是去现场看，然后把它复原。路边头盖顶坡阁铺无平，后小姐不满用工厝态度无好，凊彩破破咧，提出告诉要求赔偿40万。高雄简易庭照事故现场图再事证，甲包厢作证讲，事后有做路面铺平作业，认定管理有缺失，不过起诉嘛有8成责任，市府爱赔5万外。道路状况已有所变更，且当事人亦无提出相关佐证，为求慎重，才针对当事人所称之疑似位置进行开挖，以厘清地表有无管线或杂物。监委局讲，包厢挖路是要调查事故的原因，无同款是到工处用好的主管通港路、脚踏车路，去年10月嘛因为路无平，害铁马来累残。在那个自行车道上面，它有围了不想让汽机车进入的时速柏油路，就是已经裂开而且隆起，所以当下自行车的前轮在压到之后，我整个人就是摔飞出去。骑面骨转去，身躯全是伤，但先是因为家己累残无报警，ยัง阁过无2个月，早晡下晡空骑原在，而且碰了真明显，看起来深跨度拢有4公分以上。监务局讲，已经派人去现场勘查，会赶紧甲路面整备，确保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